24年前的4月初2，台铁德鲁固自强号败马发生意外。昨昏，罹难者家属甲交通部台铁有登去到事故的现场，伫遐设纪念灯光，嘛为纪念灯光举办启用典礼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强调，提供安全优质的公共运输，台铁有责任。安全无地参详，这是上要紧的一件。舞台顶悬演奏逐港兄弟这个经典歌曲，互台下家属是感动流目屎。因为4月初2是台铁太鲁阁号事故满4周年的日子，交通部一透早就伫台北车头的大厅办纪念音乐会。罹难者家属的代表希望台铁永远会记得这个教训，莫让其他的人搁经历失去厝内人的痛苦。失去家人的痛苦，所以我们非常相信，我们也很努力，我们希望。再有人和我们一样经历我们的痛苦。交通部长陈世凯致辞的时阵嘛，强调提供安全优质的公共运输，台铁绝对会担这个责任，嘛要求各公共运输单位以安全做最高原则。未来我也要希望，也要求台铁公司跟交通部所属的所有的交通运具的单位，永远要记得安全是最重要的。接落来，陈世凯和家属、台铁的人员坐公车处的3层型自强号列车去到花莲，列车经过清水隧道顶3个事故的现场时阵，隧道内面的纪念灯嘛光起来，代表永远的爱和思念。他们很希望法院能够对于整件事情是一个有针对事实，然后是最重的一个惩罚的方式来进行。当来看事故是发生在2021年4月初2早起9点28，一个载498个人的台铁太鲁阁自强号，经过花莲的中德大清水隧道的头前，弄到出入边坡侵入路线的钢钉车了败马，造成车顶49个人过往，300多个人轻重伤。台铁表示讲，为了要悼念事故的罹难者，伫事故3个磅空设置纪念灯，以后当年的4月初2到初6拢会甲点木光，要甲因上深的悼念送予这罹难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